2026年1月25日起，如座位已設有安全帶，乘客必須佩戴。Starting from the 25th of January 2026, passengers must wear seat belts if fitted. 2026年1月25日起，如座位已设有安全带，乘客必须佩戴。德里鎮日間巴士路線 286X 由紫荊巴士與永恆巴士聯合營運，來往天際海灣及唐灣角，途經南涌。此路線屬 86X 特快版本，提供往返天際海灣及唐灣角的特快服務，惟服務範圍卻與 86X 有所不同。此線服務 86X 不經的天際海灣，而不經天貝商場、南區醫院、福山、高沙富及高埗公路。2020年12月29日 ，286X 線投入服務，來往六里鎮及布達里站。2022年5月20日，縮短至天際海灣，並改經高沙富繞道，不再停靠六里鎮市中心、高沙富大學各站。2022年5月26日，數碼城一期改稱南匯。2023年1月15日，往天際海灣增設嘉裕里分站。2023年7月21日，因唐灣角第2階段開放，延長至唐灣角。2023年10月9日，因 288X 及 X81 停辦，增設青陽村分站及南涌轉車站。好啦，上車祝大家旅途愉快。寫一首歌俾你同埋阿公嘅，我都未聽過佢唱歌。你未聽過我唱歌？有冇掛住阿公啊？耐咗咧就冇咁掛啦。係咪啊？至少看到你將臨別的臉。由衷一句話求好好說盡再見，至少你可以跟痛苦分別，曾經的噩夢流乾的眼淚再見，慶幸人生中偶遇你，遊歷過曾高低起跌都共度，曾同行每段路，原來能不生愛着你，全是我成長跟蒼老的學習，而長途送別後，成就了心的瑰寶。終於別去一瞬間，那一瞬間，時間裝入無限，風花雪急雨翻，也安然靜止於霎眼。你在我身邊，閉着眼，從此閉着眼，已再沒時限。終於別去一瞬間，那一瞬間，由此劃掉疑惑，因一切珍貴的，至於年月終不會淡。我為你祝福與忠貞，期待再見的某夜晚。你在床邊的故事裏，閒話裏和天青海闊的夢內，時常伴我醉醉。你在惶恐的世事裏，陪着我留孤單的窄房，共同沉睡，從此於黑夜
有堡壘。終於別去一瞬間，那一瞬間，時間裝入無限，風花雪急雨翻，也安然靜止於霎眼。你在我身邊，閉着眼，從此閉着眼，而再沒時限。終於別去一瞬間，那一瞬間，由此劃掉疑惑，因一切珍貴的，至於年月終不會淡。我為你祝福與頌讚，那份愛已不會退減。有呼與給，那一瞬間，塵世默默留白，多一句於耳邊，永久而靜好一霎眼。往後你始終看着我，從此看着我，而再沒時限。終於別去一瞬間，那一瞬間，人以愛地平淡。因一切珍貴的，至於年月終不會淡。我為你呼吸，繼續過，期待再見的那瞬間。多謝阿公同阿婆都多謝。誒，阿公啊，佢睇到啦，耶！